在工作环境中，总会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，他们可能外表和善，内里却满是心机，总是在背后动手脚，让人防不胜防。这类人通常擅长操弄人心，利用各种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，或许是散播谣言、挑拨离间，甚至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，使你陷入困境。许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，第一反应是直接反击，但这种方式往往容易造成更大的风波，甚至可能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。因此，应对这类人的方法需要更为高明的策略，而不是单纯的情绪发泄。当发现有人在暗中使坏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，避免被对方的行为所激怒，因为一旦失去理智，就容易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。学会观察对方的行动模式，找出他们的弱点，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最有力的应对。这并不是要你去刻意报复，而是要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确保他们无法轻易得逞。例如，当你察觉某位同事总是在背后散播关于你的负面消息，不要急于对峙，而是可以透过旁敲侧击的方式，让更多人了解真相，甚至在公开场合幽默地提及此事，让对方无法再轻易继续攻击你。在日常相处中，若有人试图利用你，让你帮忙完成本该属于他们的工作，可以用巧妙的方法应对，而非直接拒绝。比如，当对方要求你帮忙处理某项额外任务时，不妨先假装答应，然后提出合理的交换条件，让他们意识到这并非理所当然。这样既能保护自己不被当成免费劳力，也能让对方知道你不是一个轻易被利用的人。在职场中，建立清晰的界限至关重要，否则一旦让人觉得你好说话，就可能会有更多人变本加厉地剥削你的时间与精力。此外，当你的努力获得认可，难免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，甚至遭受无端的诋毁。这时候，若能巧妙运用话术，便能轻松化解尴尬。例如，当同事在大家面前赞扬你的工作能力时，不要急着谦虚否认，而是可以将功劳归于整个团队，让其他人感受到你的合作精神。这样不仅能够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也能让那些心怀嫉妒的人无从下手，避免不必要的职场纷争。如果发现有人在上司面前刻意制造对你不利的言论，千万不要立刻与对方正面冲突，因为这样可能会让你显得过于情绪化，反而落入对方的圈套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先耐心聆听，让对方将话说完，然后用事实来澄清，并在适当时机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能让领导对你的表现更加肯定，也能让对方明白，想要透过抹黑来打击你并非易事。除了应对小人的攻击，提升自身的实力也是关键的一环。当你的专业能力足够强大，话语权自然会随之提升。这样一来，无论别人如何攻击，都难以动摇你的职场地位。因此，无论面临何种挑战，都应该持续提升自己的技能，让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。当你的价值足够高，即使有人想要拉你下马，也会发现根本无从下手。除了提升专业能力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对抗职场小人的有效方法。当你拥有一群可靠的伙伴，即使遇到不公平对待，也能有人为你发声，让流言蜚语不攻自破。因此，在职场中，与同事之间的互动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，而是应该建立真正的信任与合作，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获得支持，而不至于孤立无援。此外，学会控制情绪同样至关重要。许多小人最擅长的手段之一，就是故意激怒你，让你在冲动之下犯错。因此，无论遇到什么挑战，都应该保持冷静，不轻易被情绪牵着走。当面对恶意攻击时，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大吵大闹，而是用冷静的态度让对方无计可施，甚至在适当时候用幽默的方式化解紧张气氛，让对方的计谋自动失效。在职场上，要想长久立足，除了懂得应对小人，还需要具备长远的职业规划。许多人之所以会被他人影响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缺乏明确的方向，导致容易受外界干扰。如果你能够确立清晰的目标，并持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，那么即使身边有各种阻碍，也无法真正动摇你的决心。因此，与其花时间与小人纠缠，不如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自己，让自身变得更强大。当你的成就足够耀眼时，所有的流言蜚语自然会变得无足轻重。除此之外，培养敏锐的观察力，也能帮助你更早地识别潜在的危机，从而及时采取应对措施。职场上有些人表面友好，实际上却满怀算计。如果你能够在他们露出端倪时就察觉一样，便能提前做好防范，而不至于等到真正遭受打击时才匆忙应对。这并不是要你对每个人都心存戒备，而是要在与人交往时保持适度的警觉，
避免成为他人手中的棋子。在与不同类型的同事相处时，灵活变通的能力同样不可或缺。有些人擅长阳奉阴违，有些人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而有些人则是见风转舵，跟随权势之人行动。对于这些不同性格的人，应对的方式也需要因人而异。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，才能真正掌控局势，而不至于被对方牵着鼻子走。无论遇到怎样的挑战，都要记住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纷争上，而是懂得将逆境转化为成长的动力。在职场上，与其执着于抱负，不如专注于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当你的价值足以让所有人都无法忽视时，那些试图设计你的人，自然会发现他们的伎俩已经毫无作用。